擔心會影響招聘。過去7年有4次嘅公務員薪酬調整咧，都跟唔足個正值。咁所以我哋咧其實係好擔心呢一個2% 嘅數字咧，係進一步咧會加劇咗咧公務員薪酬啦同市場嘅薪酬進一步會拉開嗰個差距。其實對於整體公務員嘅士氣啦，以至到招聘啦同埋留用咧，都會有影響。有人力資源顧問就話，連同遞增薪點加幅同私人市場差距唔大。私人市場嚟講咧，就嗰個嘅加人工個幅度大概係2.5%到3.5%呢個水平去跌嘅。咁所以如果係2%咧，就略為有啲低啲啦。穩定市場係咪即係相差好遠咧？咁又叫相差好遠啦，但係市場0.5到1.25嘅百分點，咁你對政府可以行緊個基本嘅道路咧，即係嗰個資料咧，都有呢個係即係資料影到嘅發現咧，就已經係開始咁如果係基本點咧，你相信政府係綜合考慮社會嘅環境，作出加薪建議。無線電視記者林建興報道。行政長官李家超話推出新機制，目標係提高政府治理。明白科技公務員5年之後會再做調查。立法會希望促使相關同事盡快改善。公務員事務局推出新嘅評核機制，引入拉級，唔達標嘅公務員唔會獲發遞增薪點，即係冇得退開。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團會前話，目標係提高政府治理，同部門首長責任制相輔相成。如果我們想這個安全呢，沒有很多呢，只能更好的一個相處，如果怎麼辦？新嘅評核機制容許唔達標嘅公務員半年之後再做一次評核，通過就可以過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因為唔單止會影響組合力，機制會促使同事改善同進步。正係呢樣係非常盡快能夠進步、盡快能夠去喺佢嘅工作能力或者佢嘅工作表現方面咧有一個提升，所以我哋會去俾佢好清晰嘅一啲指引啦、一啲指導啦，同埋要求佢去做改善嘅。佢嘅上司亦都會非常之密切咁監察佢嘅表現，就唔會放任佢咧，會自己咁樣做法。咁呢一個咧，其實對任何嘅同事咧，都係有一個追逼感啦，都係有一個少少嘅壓力，但係需要人去進行。我相信呢啲咧，對於絕大部分嘅同事嚟講咧，都係好有用。政府話明白公務員需時適應新嘅機制，會多作解釋同溝通。無線電視記者林建興報道。有關喺落馬洲支線管制站收購一宗過期非法進口動物證件，檢獲一隻過期非法進口毒蝦，估計約值10萬。人員喺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入境大廈。我想支線有個實例啊，媽咪。我唱嗰條冇個實例，我今日一定要展示出嚟咯，我想。前日根本冇撞見我啦。我想跳兩個民眾舞，一個係劉宇，一個係地震珍珠，另外一個就係我身上嘅跳舞嗰個，跟住仲有青春嗰個歌曲，同埋我身上嘅歌曲加埋跳舞嗰個。所以呢4個都係唱歌加跳舞嗰啲，我都要。我想知小姐是嚟咯。未來啊，剛剛佢哋我相信我係一個歌手噶啦。
係全城電線同埋電力法。當局喺今晚公佈話，命令被告對39歲年少年紀立案展開調查。內地今年高考多地嘅考試結束，其中廣州喺今個月嘅25號放榜。由駐廣州記者譚美儀報道。廣州越秀區執信中學呢個市場，首批完成全部科目考試嘅考生陸續步出校門。為住佢咁辛苦咗咁耐，好似棉花開咁樣，咁熱嘅。真係3年嚟都容易，大家都唔易，係嘛？希望大家都係感受事情啦。回六周年啊！我覺得我今年呢，我至少嘅唱歌同埋舞蹈實力㗎啦，我梗係努力啲㗎啦，今年。也希望我這一次舞台請大家能夠好啲珍惜一下。我想之後個別就有片之後都更加都係 YouTube 同埋都係我都俾嗰個都俾大家睇咯，但係把人唔得睇，因為我人得到。因為燃燒就嚟到年尾，我堅持等巴士，通通熱氣，杯即熱清，是主熱氣，品牌名貴食物，幫你食到果兩面青，福鼎早餐軟化味，清熱的味，全早熱氣，京都念子熱清。電視清下身體，自己溝通有關係，鬆下對自己啦。我仲要中資寶喎，我可以翻嚟預約睇位。傳統嘅土瓜魚啊，其實所有食材都係主角過場發酵，將優醇鮮中帶甜，調到成就滋味濃度，李錦記土瓜魚肉系列。有一個喺度幾小時嘅先，接受調查，正當一個表演，有可能會受到天氣嘅傷害，不必為時傷害為我，一個很粗魯。
觀賞珍貴嘅古物與地氣根本，透過經典保障核心嘅政治手法，讓大家睇到每件越富嘅故事，歷史與文化。各種時刻，365無線新聞。我哋星期時間包括參加非洲嘅我哋先幫人工指數最先係接近150.50點，要睇到目前指數跌72點，到7320。然後指數表示三大指數都係下跌，英國富時指數跌40點，指數升4點，亞指數跌30點。中國淘寶10號推出原先人哋認證嘅國家，國家表示10號嘅資源產業建設，在可存在全資源高度同全面嘅提升為全面資源相信將為中國經濟發展新前景，為雙方互利合作注入強勁動力，為人民創造更多福祉。美國總統特朗普國事訪問中國，你不知道重複是學習日語的關鍵嗎？你不知道，因為重複很難做到，這就是為什麼味變。中資企業包括阿里巴巴、比亞迪以及百度日報。喺北京，外交部回應話，中方會堅定維護中國企業嘅正當合法權益。美國國防部星期一發布最新中國軍方關聯企業名單，合共188個中國實體被列入名單當中。理由係呢啲企業有份協助或者係資助中國軍方，但係未有實質證據支持說法。最新被列入名單嘅實體包括多間中國龍頭企業，電商公司阿里巴巴、搜尋引擎百度、電動車生產商比亞迪、晶片商長江存儲同長鑫存儲、生物科技公司藥明安德、人工智能機械人公司古樹科技同埋速騰聚創等等。美方話呢啲企業同中國國資委、工信部等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甚至係中國國防工業基礎嘅軍民融合貢獻者。美國國防部今年2月曾經公布更新名單，但好快就撤回。據指當時嘅名單中已經見到阿里、百度同比亞迪嘅名，但係長江存儲同長鑫存儲唔喺名單之內。有意見認為可能係因為中美元首會晤當時仍未敲定，為免影響會面計劃，美方先至會撤回名單。雖然被列入名單嘅中資企業唔等同遭到美方制裁，但美國國防部今個月底開始唔可以同呢一啲公司有直接商議合作，出年開始亦都唔可以透過第三方向疏跟企業購入產品或者係服務。喺北京，外交部敦促美方糾正錯誤，停止對中國企業無理打壓。中方一貫堅決反對美方放棄的情況，包括各類的名目欺詐名單，無理打壓中國企業。我們敦促美方糾正錯誤，停止對中國企業無理打壓行徑。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中國企業的競爭權益。阿里巴巴回應話，公司並非中國軍工企業，亦都未參與任何軍民融合戰略。美方指控毫無根據，會就任何試圖歪曲公司形象行為採取一切可能法律行動。國防部批評美方冇可信理由將公司列入名單，對此堅決反對，並將會毫不猶豫咁採取一切必要措施，要求美方將公司除名。證明安德亦都話美方嘅指稱依據同事實完全不同同錯誤，將立即採取措施挑戰及糾正錯誤認定。明星電視記者李強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紐約觀看 NBA 比賽，被現場觀眾喝倒彩。特朗普星期一帶埋孫女萊堅喺史迪遜廣場花園觀看 NBA 季後賽總決賽第3場，當歌手演唱美國國歌嘅時候，現場快屏幕顯示特朗普行婚禮，喺球場入邊隨即傳出噓聲，
直到大屏幕出現畫面顯示美國國旗時，特朗普係首位喺任何賽任期中公開 NBA 季後賽總決賽，雖然特朗普出席賽事，但約定周平和強國加強平衡一派球迷排隊超過4分鐘先至可以入場。美國聯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將吸納外國專才嘅 H-1B 簽證申請費用，提高佢到10萬美元嘅政策罰款。提出訴訟嘅民主黨人表示歡迎，法官話有信心上訴一直推翻裁決。美國20個州嘅民主黨特總檢察長去年12月入稟法院，挑戰總統特朗普同年9月提高 H-1B 簽證申請費用嘅決定。特朗普當時話要打擊濫用簽證，維護國民嘅勞動權益。馬薩諸塞州一名地區法院法官星期一裁定特朗普越權，話佢冇權向 H-1B 簽證申請人徵收所得被法院視為稅款嘅費用。只有國會先有權修改聯邦移民政策，國會議員亦可批准行政部門單方面改變有關政策。有份提出訴訟嘅紐約州總檢察長詹綠霞話，裁決阻止特朗普政府摧毀 H-1B 簽證制度以及所創造嘅工作職位。白宮喺聲明話將提出上訴。國土安全部批評裁決破壞特朗普嘅移民制度改革，重新作出引入外國人，唔單止令美國人失去工作，亦提高犯罪率，增加美國福利制度嘅負擔。H-1B 簽證制度喺1990年設立，申請對象係擁有大學學位，喺美國獲得有效工作經驗，擁有高度專業知識嘅外國人。適用於金融、科技、醫療等產業，有助美國企業維持競爭力。喺特朗普政府收取10萬美元費用時，公司已經要為簽證持有人支付5000到1萬美元嘅費用。H-1B 簽證有效期為3年，可以續簽1次，即係最多延長到6年。簽證持有人亦有資格申請永久居民身份嘅綠卡。由於簽證申請人數遠高過官方發放嘅85000個名額，美國公民及移民局用特以抽籤方式核發簽證。官方數據顯示，獲批申請最多嘅國家係印度，其次係中國。無線電視記者陳家權報道。澳洲嘅調查壓力剛剛反映情緒，3項主要民調顯示極右翼